2026年上半年信息，而家我為你傳送信息，你比自己想象中更加勇敢。過去一年，你靜靜跨越咗好幾個重要嘅內在世界，你開始分清楚人哋嘅期待同自己嘅真心，你開始容許悲傷同喜悅同時存在，你接納越嚟越多，心量亦變得越嚟越闊，你亦唔再用搏命同效率去量度靈魂成長嘅速度。呢一年，你終於驚覺，屬於你嘅道路需要更多詩意，更多睇似冇用嘅美好，同更多回歸本心嘅選擇。嚟到2026年，關於遇見嘅新一年，你將會擁有一種全新嘅輕盈。呢一種輕盈唔係話冇挑戰，而係你內在嘅容器早已經被拓寬，會有突如其來嘅機遇，用一個意想不到嘅形式出現，需要你帶住靈活去接收，千祈要守住信任。人際關係上，你會經歷一場神聖重組，有啲疏遠，其實係愛嘅另一種圓滿，而且會相遇，會喚醒你遺忘已久嘅才能。請你記住，你係接收信息嘅管道，亦都係信息本身。2026年，你嘅存在就係給予世界最獨特嘅祝福。你一直被睇見，亦一直被深愛住。2026年屬於你嘅關鍵主題，可以用3個詞概括。第一個係編織。2026年上半年，你唔會再將靈性同日常分得清楚。無論係生活嘅瑣碎事、工作任務，定係一份計劃報表、一次洗碗煮飯，你都會將自己嘅藝術感、靈性意識融入其中。你會將心靈積進每一件細微嘅事入面。第二個係橋樑。而家你已經準備好成為不同能量之間嘅翻譯者，用自身嘅存在，讓原本隔住嘅雙方看見彼此。你係一座穩固堅定嘅橋樑，係靈性與物質嘅橋樑，亦係你與我、我與佢、佢與佢之間嘅人際橋樑。2026年，你或許需要連結更多嘅人同事。第三個係遊戲。一個嚴肅成長嘅時代已經落幕，請你喺2026年帶住好奇同幽默去探索生命，好似個小朋友咁去創作，去堆砌屬於自己嘅沙堆城堡。當你每一次嘆息，呢個簡直係太幸運啦嘅時候，就係天使喺你身邊嘅證據。你要記得，你永遠唔會獨自走過黑暗嘅小巷。你嘅2026年滿滿祝福你。